好啊！今日經過西九法院行過去前邊明翠軒攞嘢，咁啊試下行下呢邊啦，好耐未行過呢邊有。咁啊明翠軒送去瓊林工業大廈，西九法院行到嚟雲景台呢邊啦，今日特別曬喎。冬天都差唔多11月啦，熱到好似夏天咁。呢度有幾棟嘢，嗰邊有海麗村啦。早知戴頂帽都好曬，未有得攞，有排等，攞下先。攞咗啦，要行返過去瓊林街嗰邊，呢單係42蚊，仲有10零分鐘就實搞得掂㗎啦。經過商場行返過去咯，雲景台過天橋過返嗰邊，就可以出返長沙灣道，再過條馬路係青山道，後邊就係瓊林街啦。如果咁樣行過去，點都要6-7分鐘㗎。而家雖然話熱，但係就冇夏天嗰種一出嚟成身汗嘅感覺嘅。去雲景台啦，轉個彎過天橋就出返去，眨下眼又行返過嚟 D2 Place 1、2嗰邊，等過馬路先。行工業大廈冇咁曬，有時呢邊又好嘅工業大廈。都通㗎，咁你可以試下行呢度，唔使同啲人逼啊嘛。嗱，出邊係長沙灣廣場㗎啦，嚟到長沙灣道，呢個十字路口又係出名㗎啦，就好似深水埗嗰個十字路口、銅鑼灣 Sogo 嗰個路口一樣啊，出名多人。呢度直行入去啦，青山道。後邊係瓊林街、龍翔工業大廈，基本上都係直行去搞掂㗎啦。到啦，瓊林工業大廈，呢度搭樓上去3樓 C。嚟一單 D2 嘅 joystick 去返麗康街8號，即係學校嗰邊。30蚊 ，D2 要2樓，涼下冷氣先。好，經過星月居，左手邊沿住條路咁啊，去到麗康街㗎啦。呢單又唔會遲啦。沿住呢條路去就到㗎啦。有個電車經過，前面有一架經過，行下都幾好嘅，其實當做運動啊！天空今日都幾靚啊！有時見到啲後生仔、學生都幾開心，時間就返唔到轉頭㗎啦。啱啱開始，我哋呢啲已經行咗2/3嘅人，仲有啲嘢咁快過去。好啦，呢度有個寵物公園，冬天入去坐下都 OK 嘅，唔臭嘅，冇乜污糟嘅。轉彎就到㗎啦，前面都係嗰啲學生嚟，我都好掛住舊時讀書嘅日子，無憂無慮。